我係 Ruby。4000幾蚊尺就可以買到東九龍全新嘅甲級寫字樓，仲可以望維港景。你冇聽錯，我都冇講錯。今年度最筍嘅寫字樓就喺呢度。我哋睇完呢個無敵嘅海景，我哋再睇下室內嘅單位。發展商剛剛推出3至7樓地層，4日就已經賣晒3層啦，市場反應非常之熱烈，即時加推咗3層，9樓、10樓、11樓，即時買走咗2層，而家剩低1層，價錢都一樣咁優惠，仲有送車位添。呢個甲廈位於觀塘核心黃金嘅地段，交通配套非常全面，步行8分鐘就到觀塘港鐵，附近仲有 APM 商場、戲院、餐飲、巴士站，員工返工、宴客、客戶上門非常方便。呢座大廈樓高32層，地下至2樓係零售嘅商鋪同埋特色樓層，8樓有空中花園。今次加推嘅9樓、10樓、11樓擁有高質辦公環境，每層嘅建築面積大約16000尺，實用率有成70%高，樓底高4.025米，配套世界級嘅隔音幕牆，大金 VLV 嘅獨立冷氣，全棟都係5G 覆蓋嘅網絡。東九龍夠新嘅寫字樓大概都要8000幾蚊尺，如果有海景，尺價就更高啦。呢度全層你話是獨立使用，間隔市正，裝修可以隨心設計。做公司嘅總部 showroom 品牌旗艦店都冇問題，投資收租自用都啱用，仲配套24小時嘅管理，完善嘅消防。另外設有162個車位，喺呢度返工嘅同事呢就會更加安心，更加有奮鬥力。大家如果對今日嘅寫字樓有興趣嘅話，歡迎留言查詢。我係 Ruby，記得點讚、關注、收藏啦，下集見。